观众朋友，大家食饱未？老师平安。哎，平安！咱想要去用迄落吼缀伫树仔骹对无？即丛树仔本来足哇，迄大丛丛树仔吼。大丛，咱两个咱想要已经爬袂出来安尼。迄丛倒落树仔真正足大个哦。是，即像两个人吼，敢是无哦，五个人去甲伊抱拢抱无法诶迄种对无？即丛真大丛着，因为伊个直径哦比一个人较悬。是。观众朋友，恁敢有课过啥物？你感觉运动诶，结果去互就是去互安怎去互骗去安尼迄种诶经验有诶话你会当甲阮讲写落来老师应该有应该咱拢有去互骗过迄种就讲甲你挂保证，甲你保证即个药活有效佫有效对无？买断去了，敢是有即种诶吗？迄保证伤济药拢无效啊！保证伤济拢无效，保证讲这一定是会安那，有的人就讲我甲你保证你这一定会对的迄个你考一个学校一定会对，还是安那因为我有熟悉内面诶啥物校长有诶无对阮诶师母来啊，师母晚安，平安，对应该咱活遮尔迄落遮尔济冬应该拢有去互骗过经验啊无啥物通我课啦，然后靠山岛，靠水靠。对啊，基督徒讲靠上帝上好，真正诶吗？上帝敢有真正做迄落无为虾物迄地动最近迄地动哪会遮严重？无这阮最近迄曼谷诶空气足无好为虾物？是毋是有足济问题？为虾物？迄是空气无好，是人要甲伊用互歹，无爱遵趁上帝诶意思，甲环境破坏掉。今仔日观众朋友爱留较最后，因为阮今仔日老师阁有翕着啥物台湾诶国宝，叫做菱形母草菱形，真水诶一种芦草，芦草是对，对泰国阮师母讲，泰国有人烧山嘿，无毋对迄粪扫烧甲规个空气拢做无好诶，足侪人破病。今仔阮诶学生差不多2/3诶人拢无来伊来拢破病因为人诶足侪代志造成足侪诶灾害咱今仔要来讲3个啥物国王。3个国王，咱今仔要讲诶即个故事是关系3个人，即3个人主角就是犹大王迄个阿哈斯啦，阿哈斯是主角，配角是以色列王甲阿兰王。咱今仔要讲即3个人，所以咱先爱先知影犹大王叫做阿哈斯，阿兰王叫做利信，以色列王叫比加。即3个王诶名，因为咱平常时足少咧看，所以足容易会学袂记住，所以我特别甲伊写出来。犹大阿哈斯，会当讲犹大王上歹诶一个国王。上歹诶一个国王叫亚哈斯。阿兰王利信，因为阿兰王到利信诶时就互迄个另外一个亚述国家灭国，所以阿兰王阿兰伫即个所到利信即个国王诶时就灭国啊。嘛是无好。以色列王比加到因囝，以色列就王灭国啊。所有人拢掠去别项，别个国家诶人甲掠入来。以色列诶首都叫做撒玛利亚，所以咱若讲撒玛利亚人，就是讲迄个杂种人就是讲足济透外种诶，毋是纯粹本地以色列是雅各诶12个囝诶10个支派，伊毋是有12个支派吗？以色列有12个支派，伊伫北边对无？因在敢若2个。遮咱来看地图来讲故事。伫南边
咱来看北平吼。因的关系就是安尼咱看伊的地理的位置就知，伊是咧伫黄色的迄个阿兰多伫伊的隔壁，做伙阿叔佮甲正边迄个，那个阿叔地大片咧吼。迄阵伊慢慢阿叔已经慢慢在大，慢慢在强起来。咱应该知影阿叔国嘛，咱较早有讲着迄个约纳，因为阿叔国的首都叫做尼尼微，有无？各位记得袂？尼尼微吼，因为伊拢犯罪，上帝讲要甲伊灭掉啊，就派约纳去甲因讲，去甲因传道，叫因反悔。约纳敢要去？无爱。无爱去，伊都无爱去，就无爱去。用伊的性命甲要拼，就无爱去就对。为什么无爱去？因为阿叔是咧外国啊，是咧拍以色列的啊，所以当然嘛无爱去。毋过到即个时代吼，犹太国王佫颠倒去讲，甲阿叔国王讲，我是你的囝，我是你的奴隶，甲所有的平民财宝拢送去互伊。叫伊来拍啥？拍以色列，因为以色列联合阿兰国，两国联合要拍犹太，两国联合拍犹太，犹太当然就被带啊。毋过有一个先知个叫做以赛亚有甲犹太国王讲哦，足清楚甲伊讲哦，讲你莫惊即两国联合，因所计划要甲你害的代志，绝对袂成功。伊甲伊讲安尼讲，上帝要互你我靠，你靠上帝就无毋对。伊讲安若无你求一个神者，就讲你要爱啥，上帝一个神者互你看。伊讲你求日头颠倒走都无问题啦。毋过犹太国王就无爱，伊讲无爱，我拢无爱，伊要靠伊家己，伊要靠伊家己的方法，讲我联合要阿叔国。咱来就甲即两国拍倒啊嘛，即简单的就伊感觉阿叔足大诶，一定会甲伊帮伊。即款我靠别人哦，其实哦，伊并无得到益处啊。安怎讲呢？当然阿叔来讲，伊请阿叔国王来拍阿兰甲以色列的事无问题啦。阿叔国王就随甲阿兰借起来。阿兰国个消灭啦，消灭以后吼，犹太国王吼，佫是安尼做迄个，就是走去哩阿叔的大马色，阿兰国的京城是大马色嘛。阿兰国伊犹太国王就走去大马色，要迎击阿叔国王，要甲伊，甚至要伫遐甲伊拍扑啊啦，伫遐甲伊。学了啦，称赞伊讲足厉害。狗腿，对啦，伊去诶时吼，伫大马色诶所在看到，因有一间庙足水诶，起甲足水，就叫人甲画起来，照迄个图样，等于耶路撒冷去一间甲伊共款诶。然后呢，因为拜巴力，就摕转来拜巴力，甚至用伊诶囝甲伊烧掉，献互迄个巴力，献互迄个神。足恐怖诶代志拢做出来，就是讲较早因进入圣的迦南地诶时阵，上帝有交代讲，甲因所在偶像拢会除掉，伊物件无除掉，佫是摕来拜，所以惹足侪麻烦。所以叫做引狼入室对。甲以色列拢灭国以后。犹太敢无得到啥无？后来非利士人要拍犹太，犹太国王佫找人去叫阿叔国王来甲帮忙，结果伊叫来是安怎？因为人已经无甲伊看在眼内，看做是杀啊！伊叫来以后，并无甲伊当做一个国家，颠倒甲伊所有的金银财宝拢抢去，伊靠，所以饲鸟厝就倒地啦吼，伊大项物件拢互阿叔王，结果并无得到啥。咱来看圣经哦，大约的故事就是安尼吼。那先看以赛亚书第7章的所在，有人甲大别的家讲，大别的家就是犹太啦。大别的家讲吼，阿兰王甲以色列已经结盟，
就是讲两个国家用联合。是王的心犹太王的心甲百姓的心拢摇动，就拢安尼皮皮出了对。亲像树林内的树，互风吹叮当前树林内的树你看迄树尾风来一扫过来，咻咻歪来歪去。伊用这个来形容真水是百姓的心、王的心拢总摇动。来看第40，先知对王讲：你着谨慎安静，无得因为这两支出烟的火把头，就是亚兰的儿孙甲利玛利的囝，激烈的受气来惊遐失胆。是，这个我感觉这两则圣经迄个文章拢写了真水。伊用树林内的树尾的风风来，树尾的风吹动。来即句呢，伊讲着爱谨慎，无得这两支出烟的火把头，什么火叫做出烟的火把头？出烟的火把头，出门，是毋是拢用火龙？火龙就是讲你身躯绑一个火龙真重，染伫身躯，顶悬点倒，安尼照光通行路。照即摆的蜡烛，也是讲即摆咱咧做手电啊共款啦。敢若会出烟，就是讲，即个烟已经，即个火把头，即个火把已经无火啊，无火啊。然后出烟的火把头，即两支你莫惊啦。即两支袂当做什么，就是亚兰的儿孙，亚兰国王的名叫做儿孙。个囝，利玛利个囝，就是比加，就是做以色列王。因即两个人，因来受气来惊吓，因连那要甲你拍，你着惊吓死胆。安慰伊讲毋免惊，这是先知甲王讲的话。是。叫伊着爱安怎做毋过先知无爱听。先知甲讲的话，迄个犹太王无爱听啦。对，伊会感觉讲你讲这，伊要靠伊家己啦。伊想讲要靠家己较好，伊家己较厉害。想讲我会当拍，我连若要出大国来，就讲我靠迄个乌道的上大尾迄个。恁两个连合，我靠迄个乌道的大哥。想讲安尼来上帝看无对吧？这看无诶，但是咧。这老大看有会感觉即个国看起来遮大张诶，安尼稳赢诶安尼就像迄进前迄个俄国对无伊要拍迄个乌克兰，会感觉讲感觉迄是阮足大诶稳赢诶2-3工就谈足久安尼结果咱想是安尼是所以圣经有讲一个啥物？讲迄个马仔啥物？伊无意爱上帝无意爱马仔力大，伊也无欢喜人的骹咬走。人的骹咬走有啥物无好咧？骹咬走就讲你靠你家己讲，我力足大，会当抵抗所有的困难。我足敖，我足聪明，会当创啥会当创啥。你靠你家己，还是讲你逐项拢要靠一个上敖迄个人？但是上帝并无爱，干那爱你靠上帝就好啊。来11节，伊遐讲诗篇147篇的11节，耶和华是欢喜敬畏伊，甲仰望伊慈爱的人。就是讲，你的心若我靠上帝，上帝特别用慈爱甲恩典。互你，你免靠你的骹咬走，免靠你足敖，免靠乌道的，免靠迄个较大的国家，免靠有钱的，迄拢会倒啦，迄拢无一定会当倒。遇到困难的时阵说你若我靠人，我靠人的势力，就会陷入搁较悲惨的地步。对爱行的对无？你即阵欠人的人情。来个行独独我靠上帝，才会当找到真正的出路甲希望。是。好啦，咱今日到这来看一段叫做台湾的国宝。
嘿对，哦对，迄个这是足少看。什么？菱形奴草安尼，但是但是看起来做成迄个什么物件，等观众朋友先少看哦。出来，即个嘛是伫迄个刚顶礼拜共款迦南云峰内面去翕到吼，这迦南云峰那是做侪国宝吼，是做侪国宝伫内面吼，所以咱来真足看哦，看卖啊，你敢看出即个是台湾较有诶对无？吼。对，迄个是台湾特产，特别有诶。老师总爱去找迄个宝奖啊吼。观众朋友有听到音乐吗？哦。总爱即条歌吼。即条歌。知影咱叫做毋知影明仔载什么？我知影什么人将关明仔载。哦，是。知影什么人掌管明仔载，毋免烦恼吼。即个迦南云峰人无济吼，因为足歹爬对无？足歹爬吼。这种嘢做什么？多谢梅花姊妹吼，有听到。这较歹爬的较侪鸟啊，对无？哦，对，真济着，真会叫做细只鸟啊，较侪。是，侪鸟啊，较侪迄个，较侪迄个奇怪怪物件啦吼。因为较少人。这是奇怪怪物件诶厝啦。不然动物啊、树尾拢住伫即个较无人到诶所在。所以伊是寄生诶吼，菱形奴草，大家看到吗？菱形奴草吼。对土林发出来。为土林发出来。寄生植物吼，台湾较有诶哦。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只出掌握明天，它必要领我向前，但我只出掌握明天。大尖山，这是因爬去到顶哈，好望角是毋是？这个名叫做好望角。哦。正如芳笑歌。是，就是若是台南信教会录的吼。这个是台南信教会吼，足侪好听的歌吼。来。其实是咱想是咱讲的吼，人迄个马仔咧大无啥物无好，人走紧嘛无啥物无好啊吼。但是人若靠遮的物件，就可能会失败哦吼。这是老师要讲的吼。因为拢总有限吼，所以靠上帝是上好，所以咱讲。靠山是上在啦，毋过你靠山有哪会靠水会靠。水靠是啥物？老师讲水靠就是靠就是讲无水叫做靠，像咱食按摩仔汤对无？按摩仔汤甲靠就是讲甲无水。你的米若含足侪水，就安尼水嘛吼。若较少水就靠。哦。靠就落，毋是清。就是较无水诶是叫靠水吼，你若靠水会靠，就是讲会打去啊。靠山会倒，山会崩啊。咱靠树啊，上大丛诶树啊嘛会倒。还有迄靠名牌诶啦，对无？靠迄个一支股票诶，可能讲这稳赚诶安尼吼。
可能就是去做一支稳赚的，迄个往了甲走无路。人报的名牌安尼啦吼，真欢喜吼。多谢观众朋友哦，我有看到大家拢起来啊吼，明辉、美秋、美华姊妹哈，啊，搁有咱第一名的师母吼，啊，搁有阮的正局姊妹吼，真欢喜啊！今仔日看阮做伙吼，来靠上帝对吧？吼，咱毋免靠山，毋免靠水，真好。其实上帝是做好诶吼，因为伊已经甲咱讲一定会赢，毋免烦恼。但是咱真正有当时会烦恼伤济，所以观众朋友，你若有啥物问题，你就近会当去你诶教会哦，边仔你若有啥物有朋友去教会，你对伊去吼，来听阮诶上帝吼，来明白阮诶上帝吼，你会当靠上帝吼，永远免烦恼。安尼后礼拜一咧台湾8:10，泰国7:10吼，佮做伙来讲台语吼。这个节目是台湾诶男性教会林老师，多谢，佮有泰国诶科目基金会吼联合主持诶吼。安尼，咱后礼拜一空中再会，多谢老师。多谢。